你行入去店仔内面买的是物件，或者是买的是人情味咧。愈来愈侪超市连锁市场出现隶属传统的柑仔店，受到真大冲击。成功大学历史系甲高中生合作，去台南37区柑仔店行搭，因也特别举办特典，要甲大家分享这柑仔店的演变，也要互大家了解到柑仔店的文化。规道顶五花十色的杂西啊，佮有鸡梨啊、年水啊等物件，这拢是因为柑仔店买得到的。过去店内唔干那卖食用的，佮有提供假批卖票兑换的服务。台南成功大学历史系参在地高中生合作，实在去行搭各区的店头，要甲大家分享柑仔店的演变，嘛展出古式杂西啊车，互来看的人不假笑脸。伫台南呢，就去柑仔店买物件，我感觉较有人情味。东城呢，原汁酱油都是咱新华的酱油，吼，所以柑仔店就是代表我们古老的一些记忆，还有在地的人情的网络。就趣味就讲伊外口有摆一桌啊，外口佫有茶，有人下晡伫遮咧食茶啊，结果发现讲，原来遮佫是一个里长的服务处安尼，正是咧做总铺师，所以讲内底佫有大冰箱内底，内底有足侪迄种干贝啊。柑仔店文化有超过200档的历史，经过了解，目前也无研究指出台湾柑仔店的起源。不过有册记录到乾隆年间，平阳妈祖经就白石柑仔店嘛。近来超商甲连锁市场变做主流买物件的所在，因此对小本经营的柑仔店产生真大冲击。有袂少店家嘛只好对咧转型。数量有比较早来讲是较少。较少真济安尼，毋过伫咧部分的所在，人较少的所在，其实柑仔店也是一个真重要的存在安尼。保存落来吼，以后的一寡少年啊，会使去体验、去感觉柑仔店互你的温暖。这个特典就在台南市立博物馆，按算等到6月初。学生讲，经过调查，台南的柑仔店至少佮有100间以上。因希望众人通透过无同的方式来入捌台南，嘛会使实际去行一撮，感受现代超商无法度代替的宁静味。记者李想台南采访报道。